中国共产党在交接政权的过程中，往往出现血雨腥风。最著名的一次就是第一次交接政权，就是毛泽东洪朝的开国皇帝向邓小平第二代领导核心交接政权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出现了失控状态的。因为毛泽东并不想给邓小平说了算，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根本不是邓小平，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是华国锋。那么华国锋之后，他要配上毛家的人，毛远新、江青，这是毛泽东打造的班底再找一些小克拉王洪文就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王洪文，这些人呢围绕在他的这个张玉凤同志也是特重要的成员。张玉凤当时权倾朝野。那么这是老毛一死失控最终导致了怀仁堂政变把他老婆都给抓了，把侄儿也给抓了抓了之后呢，最后就上来的这个华国锋过渡了一段时间，邓小平大权在握。